建議，副主席。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唔知係咪有個折衷，因為其實喺呢度其實我睇到咧就冇乜反對嘅聲音，但係如果用即係一個議案通過咧，就正話秘書提到嗰個直接有關咧，呢度有少少困難。咁我就建議就係由主席咧直接同局長或者司長咧，將一個咁 unit， 即係我哋一個統一嘅睇法咧。其實一樣啫嘛，你寫咗落去落面，你抑或係等政府知道嗱，你上嚟呢就有好大嘅困難，唔該你考慮清楚啲，你唔好26號上，因為如果你係逼到我哋呢，我哋反轉台嘅時候呢，政府仲難搞，即係嗱類似咁樣嘅一個意見嘅表達，我唔知即係大家覺得點嚇？阿梁家傑議員，代表公民黨咧表個態啦。我諗副主席嘅意思都係表個態啫。我可以咧代表公民黨咧，就係確認咧，我哋係會同意張超雄議員而家已提出嘅議案嘅內容嘅。OK。你而家唔係加頭加尾啊！而家剛才副主席講你嘅意向話俾我聽，其實我都照晒㗎啦，就要求政府26個會議唔該延期。但就唔需要過張超雄呢個議案，就避咗我個困難上講。我唔想聽我哋咧呢班人俾人貽笑啊！我唔想嗱，唔緊要，我可以犯錯嘅，但我唔想。我而家4年重返議會啊，仲要講話自己做咗13年，我就俾人笑打 pat pat， 你知唔知啊 ？OK， 如果同意副主席講咧，我就覺得打表態。張超雄唔該。主席係為咗及早解決問題，即係我個意思咧就係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解釋得到嘅，因為今次我哋嘅議程講到個日期同埋個事項咧，呢件事係個迫切性啊嘛。如果我哋拖到22號先至再去做咧，其實就係對公眾嚟講有一個比較混亂嘅信息。不過好，如果我哋唔用一個動議嘅形式去處理呢個信息嘅話咧，如果你以主席嘅身份直接代表我哋成個事務委員會向政府表達呢個意見呢，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嘅。Okay. 咁我呢個動議呢，我而家收翻啦，就我哋留翻22號。如果22號政府仍然係冇即係改變佢今天嘅立場嘅話呢，我會再提出。一定。到時就再多謝再表決，好冇？嗱，如果大家冇異議呢，副主席。唔好意思，我諗呢度咧就因為有啲人都關心，咁係咪即係冇咗，即係成個過程冇寫低咧？我相信秘書係已經將我哋正話討論過嘅嘢咧係寫低，咁所以係有記錄嘅嚇，有記錄嘅。我諗唔需要記錄，我直情我同副主席寫信俾局長，將今日打意見要求佢，然後冇啊，唔過議案，你唔好做個困難就得㗎啦嘛。我想問劉興宇，我哋。主席，程序問題，我想澄清，你頭先嗰個冇記錄嘅意思就話唔係作為一個動議嘅記錄，就係我唔作個動議。會議記錄有嘅，一定有。因為我話唔止記錄，我仲會同副主席一齊寫信俾局長嘛。嗱，我哋如果大家都冇意見呢，咁我哋就咁決定先。不過我知道我哋劉興元係。你哋快啲散會咯，因為我哋下一個會要。我見到你皺眉頭，所以我哋見我好匆忙講嘅説話。嗱，如果大家冇意見，再做一個決定，亦都多謝大家呢個互相嘅容忍嘅，多謝大家，多謝。